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上山，每逢追梦戏三梦，书迷朋友大家好。老书迷们听评话哈，我想不仅熟知演员及其表演风格，甚至连书中的人物也是耳熟能详、历历在目，甚至还能发现不同书当中的许多人物的共同之处。你看，像三国当中的张飞啊，英烈当中的胡大海，还有隋唐中的程咬金。你看这三个人物都很具戏剧化，观众朋友也十分的喜爱。那么他们到底可爱在哪里呢？我觉得啊，首先这类人物呢，性格呢虽然是个性粗犷憨厚哈，但是却心地善良且勇猛善战。对。另外呢，由于他们的出现往往会有一点点搞笑，所以呢又起到了挑松抒情的作用，所以给我们带来一些轻松和幽默感。那么今朝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个是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侯志欧先生他自己的代表作《隋唐诗为马萨伯》。侯志欧呢，你是上海评弹团一位著名的评话表演艺术家。一位大家，那么外行对侯志欧先生侪有是很高的评价，所以当年是红极时代，可以讲。确实这样，你看吴子安先生塑造的人物哈，给广大书迷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这个程咬金啊，对，评话经典卖柴耙哈，讲的就是程咬金的故事，还真是被他演活了。关于这个塑造这个人物啊，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关键就需要演员能够按照艺术的规律，正确把握人物性格，注意人物性格前后的统一和发展的合理性。我来讲的真有道理啊！侯志欧先生呢，就是掌握住这个规律。你手上的程咬金，它是一般的评话艺人有所区别。你是从程咬金的特点来分析，并不是一味的来表演程咬金啥个七八人、口足讲、费诗意、马萨伯、走强的，弄一个程咬金表演的有理有气。那么侯志欧先生呢，有一个立足点，让隋唐这部书当中，因为广大的书迷很欢喜程咬金这个人物，所以呢，也认为我要歌颂程咬金。既要做出了一个合作，但是更要拿程咬金一些观众能够接受的优点表现出来。比方讲，程咬金一出场，侯志欧先生就会讲：“时雨生长在山东，一兵大夫称英雄。两军当时皆作死，今日谁得出牢笼？老子程咬金在改了里吃子十女故事。所以今天在回家不知我家老娘在家里怎么样，向我快速回家走。所以四句歌曲，它是一段见面的十八家门。为什么奠定了基调？那个汉中带顶岗和门，所以呢，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由侯志欧先生开讲的《隋唐诗为马萨伯》。自幼生长在山东，一兵大夫称英雄，两全大事奸诈着，今日才得出牢笼。老子程咬金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回家，不知老娘在家中怎么样，让我快点回家走走。来让山东济南府猎人局西门镇啊，有一位鲁莽英雄，是非一步来让歌楼。这个人长得身材魁梧，胸高背厚，体魄腰圆，3个滴溜滚有斜斜巴巴面孔，俺骨头上有3点纹路，也人的迷身，头3根差不多用米毛包眼睛，大日招风，快快两猛飞兵，做更后心，炸分两气。头上向秃头2个发皱，一根石杆杆当几发皱，身上向扎一的，把颜色头部插进斗塞，肩胛上当个布丁，背心上一了上样子，一根插人做所叶的，右色头部支过的口子插脚。此人姓侯邦神，名字叫牙金，牙内口牙金这个金，你做中举人叫神牙金，哈神之贼，小名叫神一郎。
因为非是一辰光与一个军营里写来要寻找人家进开里做工，不能人家进大把两月的考试，做得有理归了给你们也地名杀头却在问地系在燕王帝之位新君之位大数挑人家进所长10年改进，你是文帝没年进改到阳帝9年7满10年不是今这改律出来7几10高年2年之让10年当中分盘过头啊，现在惠州小阳城到门口立定一口门，这口气门墙当上头才是个截止路，可手里不动响头已经抬脱了。往大里向本来有点昂头高上，现在是这口气靠墙角一张铺袋子，可手里向呢一张长凳只有3张脚，还一张脚拿周头砌起来咕咕。哎呀，娘啊了，打进来，老娘，你汪然一声，只听见里向走出来一声非常苍老的声音，未必哪一个很神的狼转来在这口气里向门墙当啷过菜梨子一些打出来一位邋遢头发细细毛面色拉拉黄，身上像衣裳扑扑来来，身家军口气娘来让出来，老娘哎呀啊，你见我来了，何有儿啊？老娘你不要哭，老娘我娘给了你一哭，我要哭。哎呀，受点吧，不要哭，我有儿啊，不要哭了。上了见女子非要哭，那他吃不起，因为人家就眼睛知道，不光比对人的样子，眼睛知道眼腔当头。哭起来，眼里啊就滚，一哭眼里滴滴答答下来，一动眼里要打疙瘩上东西，要忙老他面孔上，别的把他整上去嘛，老他这个上拉花花吃不住，所以怪这非要哭着，儿啊不要哭了，不哭，唉，老娘，我问你，这辈弟兄可常常来看你呀？唉，老他带你子口口。你做星期吃果时，为啥人上我的大门？他们一个都不来。什么？他们一个都不来？哎呀，人家今天非是一辰光，大家摄像磕头讲下个，与一个人做星期吃果时，你个爷娘刚才你只能你大家也养你，我来让给你吃果时没定些。像我只有一个娘，可许多弟兄养我一个来他中养多，我一个回来，我去找他们算账。老他一听，哦呀儿啊，不要去，这样子了吧，怪他们不得，他们死狗都不知。这老娘看你份上马马虎虎。让他杀了也偷懒你子们先等你自己手掌不喊弄的，这当起来爸爸再当可啥个不年，可是做子进去我在那娘你子经商经事别玩驴子，所以马虎之吧。好，老娘我肚子怪叫啊，啥叫斗笠拒绝让他动你只能让斗笠我在我于是于张为止乡邻告送给我怕怕呢还吃一年皮不能你子一等都让咕噜都要分过的可不能你子就来总要想个办法
让他一周年的日子，为着你子来登记。大里向忙给铺桌上地上去拿出来一点豆子撒花卷，这么是让他口得上，哪位拿得是豆子撒花卷？原来这点卷是你老女人在日辰光做不的。让他有一个想法，我儿子有这一日太高兴了，我也抓住个点卷，受儿子心目的礼。好像你老夫妻一代了让手里一样，所以在那种你个点卷不肯笼统，今朝是实在揭发不了，拿点卷拿出来了，改不了你儿啊！我有点卷儿在此，拿到街坊之上，当铺之中，当这么一两分呢。你当我忙点米，忙点小菜，在之言。当我到庄里去买2捆做头，为啥让他心情何为做起高山，让我做的做起高山，你拿出去买买还贴补家用。哦，老娘我有数，马上就来。急着来他给2军当付着几两银子，你手都在几十年已经养个可当对同啊语。人家今天过来拿掉人怕往街高上一围走，出门口给到附近有个镇叫北居地，这个镇来得到打进北居地40随日外地当龙兴地当进地当门北居队里一口人家今后也能让抽起来，才可见地当主队里当中一张张桌，张桌上向介绍所有的香和瓜瓜里有2根小竹手，认得个是个非是一小弟兄张小生。哎呦，人家今天买好买了给他地当，不是老板起码是个张嘛，你叫买好我娘口得了时间你不这样今朝醒着呢，到主队的水浪主队浪喷给那个人抽起来猛主队浪一种一张手了2根竹手对地当的黑一上太当2个山风一口哦哟吓得了浑身湿湿的。张先生来让张桌上想哎呦，张先生一口没意思嘛，人家今晚非是一个来到晚能吃故事出来的这副样子来欣赏我更难分，那么并良心说一句，非是一人光该自立个跑队了，你听听嘛，做个来到就追嘛追了前队，3位要走中队，7不7做口队，哪是哪队领队？你是跟你讲来得了马卡没水，原来你做进去吃官司嘛，你大搞分担养别，我大概到地当里老板第2天报纸弟兄。叫我拿800两银子到了地当里向，我一手够问老板，我搞鼓掌。我现在的日子是啥就不错啊！看上去今家里来欣赏我，这还干落地吧？对。张先生周子一周年的才是拿一张红纸头过来，拿上抽屉开一开，找3两03银子，拿纸头拨一拨。那么为啥不领3银子不领？你假是不人家进1领10两银子，1多块，你不答应？怎么？你只给我1个银子，办不到？你不理3两03银子，你1口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不少的嘞。好看，你蛮客气，你为的妈妈好。写的那个脾气，读书写手拔不到心上，银子8还往手指部里一扛，最吃张子。说娘声音说得啦，
你们老子有笼子要来着啊！哎呀，来到啊，好久来到，你啥人光出来？你还认识我老大？南府人的来到，自从我做进去之至于200岁的兄弟龙夫这样的之外。你最那个样给他们，我最我个多么钱，我等着给他真浪的弄得也特别夸张呀！来到，用快的给他地当里向来白些，等我为的小小手手，这我等着给他过过账，100公里嘛，混过一张只来700个多里呀！来到，你几时出来噶？我今天呐，今天根本来到。你出来嘛？你啥来不怕个人的真浪？来不个心不能，总是为于我上一个兄弟来给到。你心还不背一个本？假使我的心我背下来这里来到这种讲话，还是你来到不好？这不好，不好，人家今啊本来不分他了。来到今天你来阿姨啥事情？来呀，当当！啪！几个人的军怒了，一条军当5百两银子。张先生，上次你的话分听几个，一条军还当500两银子。来到哈，来这个每个么子给他写地当的阿狗手给，别说为于我上一个兄弟了。没事没听你来到，别在地当里去当。做兄弟给他100银子了，你拿来到，这个一点点嘛，你来到拿得起。给中意的么子马地吃，还是我一点点心意来到帮忙啊，对不对？这东西你不敢拿，没事不敢拿，你。要拍我马屁，怕马屁刚出之类很亲切，对，也怕马屁。送银子不用，不错，这好，拿来，银子800里水，沈眼睛嘎开了一口，不少的嘞，急着这商量领3银子，忙着你。兄弟队都在里向一声，罗天军拿过来往肩高上一拐，啪跳下去的。小三，便宜你呀！是个，来到给那个，来到最后，这位啊，来到对不着，我这么家用的给他上来大波2个人混口饭吃，这什么话？趁我高兴。一天来18趟，2个小朋一听，老板你好不几个人来18趟？说喂呀，你是的，几个人家跟的确是好的，10岁哦。于子人之上，打真了马米马地菜，打庄里马2多捆做人。这地们奴在屋里面给点军干不了2成就去放。来他们里军分当他这许多没事啥然后来了呢？你懂的人子啥然后来？人家就刚不了2天，这个帮着张先生送分我银子哦。那么来他大米3百，2年子2高的吃哈，挪一步做单挪出来，挪一模块，挪的做的撇个撇，下个下。做啥么子？做咱啥用了啥不？南府样子做对每上一根柄，对浪向做对5个刺围住了，啥用上嘛？在楼上用。农村天来他做半日天、半夜天，他做着几何30多啥不？农耕做对下一条必得搞一搞哈，困干。但门这天蒙亮。来他起来山海做害人眼睛出来，吃哈这呗，儿啊，
老娘为娘欲对谁吧在此，那得既然西去美吧。新城里没谁吧？晓得气美。因为呢，从这嘎子挖的七个八着开口做讲，你现在去马扎步，一路走当个一路黑，人家就规矩把这发帖子做讲不开，走上马扎步，晓得。那么人家就落带啥步？那老娘这谁吧？没什么价钱呐、哎呀，来他带你子看看。高低也不见，这谁吧？他家5分，外家3分，谁能美丽？他家5分，外家3分，好美。有数，走！大车门口忙白驹地震啊！金丝色地高火龙黑，嗨，美人嘛！大家听清，神要进规矩的，不如不出，做工不靠的，做生意的没瑞呀嘛！我这雷吧，好家5分，外加3分，就能没了。高浪向的敌人一听嘛，狗吓得了过去。这个呢，你不得地抗呢？哎呦，说他高外高一股子说了，真笑。神妖精一直打出头门，奔得太阳当顶，到胃里吃下去，这个杀死食物昨日已经奔得了5少的非常，后堂地不兜里呕得了一命，神光吃中杯，高浪向把台队做小3个在了浪水台。神妖精要为周期7位没一口的沙布36，神就是36，一家分马的。那还有张面孔为周期今年7位17来年吃起来的一等非要杀死食物，马扎布一家马夫他干，那还好意思跟那神妖精马扎布为啥个讲究一家马夫他，一旦不是马夫他，你马夫说要。你来让屋里手让听见门口来让喊马扎布，你带也出去马扎布，等来打门口马扎布马，人家这个人500个字，你天子带啥布，不是妹叫嘴，你是打来让奔，你要厉害本事，再不到人家这个人，根本马得上你一个啥布。现在阿刚都比我最马最不同在。过来科技门子有定价，个定价叫中日价。上当是高，下当呢是相互。农民上高半夜个定价，人家今天让我到家米上去这里，还有啥来个部青龙山码头一个少部，我娘米上还个站还7倍，对，大家米上少部的我笑了。现在讲你让红逼逼了，你忙前来狗浪一到这个前来狗呢，火腿太空的，因为2根杀鸡，当个头，这么样子抽个种木头抽了，人家今年忙前来狗浪他一动，真是会后时雨，你了让兵器这里靠后，哎，武当再来自一个人，叫天之一声你，不必气则气，没有发动在随便求心机，神光复杂。行里不知按水着几何后生，最了多来个班
头浪向深路径，身浪向积水海清，四大树叶红霞白马，手里向紫手青叶，口口粉质彬彬，其实这个家伙是个斗棍恶棍。来让700年之前大概打来，这个家伙还是光的一个人，现在是市面做的杂日不休，开外里一样设防抵挡。这个玩意是马金的驴，名字叫八义。这么难为得做3头的市面，你是个斗棍，刚刚来的辰光打正浪向老板展望掀开一大走动的。你问人家，云子别人懂的，大不人干玩意，个做生意，你熬了干生意，等到不离莫在门开莫不人讲，啪一抓皮，你多发财。但我们里向私药、失败、铁铁、八字弟兄，那是高你不得了。靠之如我们的诗人，抱来自容，欺压良民。该到镇浪向所有的人看见吕八义，当时那个面雷头呀，哦哟，吕老板，白玉团福海里吕八义，山海里吕伯比，大理干办意，起码也不离不出一张纸。今这里也得，总是在街头腥风扬一起口口，不知按谁着脚后子，刚正来让哎做来上酒。这个到面孔上杀了，哈，小他也没还骗过来几滴人头啊！哎，不晓得不是人头生眼睛后，第一部分其实你要留来，但一来这呢，这个一记结棍在，生眼睛俺高头上搂一搂，我不我的来一来，不只有我的娘一娘，嚓！文章王八蛋，我有那个石牌，那个江道牌石牌，经过怒吼是杀的我驴头压面孔了，你不想我名字啊？沈眼睛可将只讲出来哦，心里就一定不当心，杀了那面孔了。还是不还了？说15岁也我个命，这个朋友他结婚了嘛？那么刘伯比呀，口里不为芝麻孩子哇？你莫个不灵，那个中举谁国的三路的，不伤心不来。我一张皮子送来我们的白那个山吃故事。人家今天我吃子12年故事刚刚出来，累得很呐，也叫我去吃故事，开没不开，心里好得不得了，所以一个透气的声音啊，定要带吕伯比口，吕伯比大里门前一口哦，马头名沙布写了给他给米了。力气杂叫，猛震撒布对龙，哇一阵，喉咙痛，一走，沈家军口自家对撒布不离贴了无力，阿刚这个后随便能没分，人碰死起来，啪，跳到吕伯比门前一拉，慢跑，哎呦！中举，错地巴掌，红得像那里了，做啥？副外刚皮呀，没谁吧？马啥不？你也想马看鼻子，哈他这个眼睛，我不不的颜色不呢，口呢，手指往头颈一插，我看那个中举。溜起来靠沈家军进去光，沈家军当心好了，什么？你打人？哎呦，
总之呢，气力在走了。李大人，好啊，试试看。啪！人家就是想没好当，我不好当，练起来还是一级。当心个，现在是个气力头啊，这边够在水的上练一练，吕布养不是。啪！老对脑子里三个两后上面的张中王，眼睛们的没灯子。面孔上呼啦呼啦痛，哎呦，深水一目，4个字都已经很仔细。这里向裹着海溜溜，流来噼里啪啦3个名堂，那牙齿落枣，对行里好几道哈萨的来帮忙，当我看个中举。你让谁来接头呀？地里的后几一听来着，来了，来着，涌上来10几个，沈妖精一口个许多人上来，好，你们将打好来炸，给辽水过来忙刘火比金比上炸来，换我的人拎起，给炸水忙里屁股白浪打一波炸楼，拿刘火比人换。举了手，后几道哈萨的来帮忙看个中举，阿三追了头里，个白地里后几在路高上有个背带，有个钢棒，有个门手，有个铁草，阿三手里向拿3张一根铁草，老板你放心，我来，你把不把人家老板放下来？我打你，这一下子就金刚锁地，忙神眼睛扎了向啦一铁草。沈家军看得听上，这好啊！混，你忙有的太有不度，我吕不比2扎扎，嘿，坐起，呱呱！哎呦，哇！阿三喊我叫个爸爸的，看头在，哎呦喂，老板，我们在当心呀！阿三副委当爹找了谁不错，娘开的老板，我来。和阿四个面对，阿四手里向拿10杆抽，慢长一根钢棒。你阿当拿你老板放下来，不放不碍事不耐口，给个一击叫套塞阿定。忙沈家军对上一击，沈家军看得心上，好，你来呀！拿吕伯比给你，嘿。消防器嘛，啪！哦，原来不得看头这样，哎呦啊！高浪像个被地高来往往人哇，看了浪靠吧，这个石牌多吃2几3，当得好是一个，腥风洋溢，张望西山一口，哎呀烦，张望人的。这个人家经非是一来到，10多年以内了，让给他真浪还是喝水道理。你老板拿起大衣裳，马上关着3后起，长着手过去，拿带沙包连起来，贴在前面了。四个当奔上来，不许打，少人军都当，大家当开下来，追开！旁里的后几口气张望西山的浪喝抬，眼睛哇抬下来。哎呀，你都这个手上个名堂，哥哥来到人家的门里，这个神都呀，那些东西啊，你老板不认得你呀，对呢，你种看我米了，对不起，我哪里白的？哼，好啊，他要讲大部队当，是不够当的，你别动气，哎，啥不贴过来？一个线浪，一张手勾起个纱布连起来，贴在前面上，把了人家挺不的，沈都呀，拿你来别放下来，越我还是放下来。你问他买这把买不买？哎呦，我对金巴也不能讲的，我忙先生，我忙。那，沈都呀，你来别让是马那纱布呀，你放下来，放下来。不许跑！你要跑办不到，真
你讲我最，我话最不懂的噻，哎呦啊！沈东阳，事情嘛是你来白把那种种嘛，可我没了，你对你来白答应马上不？嘿，镇定做人呢，沈东阳，一个啥不？但你开开天龙发发利子，你可难。卖多少？一个大布，一个人吧。你讲一个人吧？不，沈东要分我是一个大布。你讲简单了。50人吧，零岁不美，要美要等当一块去。没喊。哎呀，听起来呗。离门子不走，只走批发也一大起个老板，这个到底呢？雷波比不了人家精神比动不动那里。哎呀，根本难叫嘛，我们这还嘛的我心上。根本没喊。沈东阳，没事门子不走，只走批发也一大起你老板一来，正经弄那个的门吃劲啊！这个沈东阳。你开个高的，行了，先生，一点还有脚后色，一个先后几个来，一点先生36个啥布，36是吧？干什么呀？你开个高的，给啥布马上高的，我知道吧？好价不分，他刚分，外加3分好卖，外加3分好，冇，张毛先生就你的单地扛。这不是就帮自家来背个咯？没哈，36个啥不？3分银子一个，我手不也这个都是没哈的。沈东阳你听下，3分银子一个，10个30的，30个90的，还有6个361的1.8，1两0不分，多少？1两0不分，1两08分，不对。沈东阳没给问我在手边不来听，3分银子一个，10个嘛30，30个嘛90，36 1的不1两0不分，沙场都不得。武将不对，你听清，50这一把讨价5分，他刚分，外加3分好没？外加3分好吗？这么要8分银子个的喽？哎咦！沈东阳给你拿手的10分，谁比拿手不7分？你听清，50这一把讨价5分，他刚分，外加3分好没？外加3分好吗？这外加3分，另外再加3分，5分，另外再加3分，是不是8分啊？哦，对，可是说的弄错给是8分，另外再加3分，对，我弄错给。这8分银子收为不了人家跟吕波比的人，你都出头才叫出周期，马上我批头得此一说。好，这个节目欣赏的真是感觉非常有趣哈。这个轻松当中又是感觉出演员深厚的功力来，一点不错。好了，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名片赏析就到这。